哋嘅第3段要克服。第2課啊？今日係第2課啊，今次係第2課嘅。第 N 課之2啊？冇錯。我哋代表柏能集團出發。柏能4條鐵啊！再創高峰。再創高峰。啊！日日飛。冇錯。好。好。咁啊嗱，咁第3段啦，第3段就其實有2段上山路嘅應該嚇，第一段就開波就即刻上去咁啊，你飛上去啊！咁啊30分鐘到嚇，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嚇。咁啊之後去到差唔多接近完之前啦，行咗7成到啦。咁啊有第2段上山路，咁啊應該冇呢段咁金嘅嗰度。咁啊依家開波。我哋而家啱啱開波咧就呢隻淘寶牌手錶啊，哇睇唔到添。咁啊依家係123米海拔。咁啊一陣間上到山頂睇睇，應該都係上200米度啦，我諗，唔知夠唔夠。咁啊上到山頂睇睇，我哋上咗幾多米啦？我哋依家行咗大概可能都有7成啩呢個山。上到前面嗰舊仔個山頂咁啊上完啦。咁呢度風景都開始比較開揚，不過有啲蒙㗎嘛。遠嗰啲山都有啲蒙，同埋加上逆光啦，逆光就唔係幾清楚。不過呢個位就一陣間上山頂個位個風景好靚，全香港最靚之一。你睇下John幾興奮。Yes。會長揸住呢粒嘢整兩句。好。錄音啊？係，我哋行緊第3段，上到第1/3度啦，仲有2/3路程啊，上到山頂噶啦。唱咩歌啊？點啊？河水彎又彎，懶圓樹又彎，別我鄉里事，眼淚一傳12三。好。哇！睇會長出晒汗啦，已經去炒波踢咗2場波。最瘦身啊！我哋上咗第一個，算係第一個山仔啦上咗200，實際上咗250幾米，250、260度。咁行完呢段咧就應該後邊應該如果冇記錯有2-3 K 係比較平緩啲，咁我仲可以食下豆腐花嘅，如果個檔嘢有開。因為依家你休息下，因為今日有啲咩有個活動啊，陣間應該有好多人喺呢度行過，好多人喺度已經影相。會長頂得住啊？會長有啲超支咁好似。你真係得閒操多幾課得喎你。有啊，有踢波啊，有踢波啊。好。踢波器同埋呢啲爬山器唔同嘅，同跑步又唔同。好，上到呢度側邊有個山仔，呢個真係山頂仔，就冇乜人上嚟嘅，呢度應該都。離開主路好近嘅啫，200米到。係啦，嗰條路咯，好近啫嘛，可能行咗200-300 meter。200-300 meter 咁啊，到咗呢個山仔，呢個山仔就冇乜人騷擾，會長可以表演跳舞。等佢預備下先。哇！嚟到山頂咧，食薯片咧特別好味啲嘅，唔知點解。呢啲係薯條啊！上到最高，美麗人群用歌聲代替。
乜嘢呢個嘔啊乜鬼嘢感覺都冇晒啊！冇晒啦冇，咩壓力都冇啊！唉，又話主席又話一人十皮嘢喎，唔知係咪堅定流咧？堅啊！你問佢啊！我唔敢問啊。咁啱啱有活動，好多人喺度跑緊，啲年青人啊好犀利，過到我哋都算唔錯啦。我哋立住啦，費事啦我哋嚇，立住啫嘛。費事啲後生仔，拋離太遠啦。費事啲後生仔失咗信心啊！哇，行到呢啲都過我哋喎，真係慘。喂，呢句唔講，呢句要剪咗去。你 cut 咗佢咯。嚇，咁啊，呢句 cut 咗。行下。今日第幾條啊？第4條啊，應該。第3條。我49啊，49、55、152，第4條。第4條啊。52。好快揾兩餐嚇，影張相先。哇！一路都有啲年輕人，我哋一路都係讓佢哋。係。留翻啲信心俾佢哋啊。有錢走嚟。啊？有錢走嚟。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哇！好多啊，一路都有，可能有上千人參加都唔定。呢度。早晨。加油！一路都好多年青人，青春無敵啊！哇！如果我哋後生20年都唔得啊，後生40年，後生40年啊，呢段要剪咗佢。20年都好問啊，大佬。20年都好問啊，你40歲大佬。嗱，呢個我哋3個。哎，小心，冇嘢啊！我哋而家3個壯士咧，想中途加入跑一段，拍一段。我哋唔好阻住人，等人哋過咗先嚇。係啊，呢度啊，棘到呢度啊。係啊，小心啊！你有一紮係嘛？好，幾位壯士嚇，中途加入。加油！唉，快啲！好啦，屌！哇，犀利啊，幾勇猛！哇，源源不絕，我哋一路喺度避人。呢個一路跳下咁去啦。我都得㗎。哇！呢啲啊，彈啊，呢兩個又犀利。我依家嚟到張相，咩記士多話？許記啊？咩記啊？唔知咩記士多。信林許林士多。呢個行第3段必經嘅地方啦豆腐花。正啊，絕配啊！冇得頂啊！可惜佢唔賣凍嘅，淨係有熱嘅。不過熱嘅都幾好食值得一試。零舍好食。一陣間整咯。係啊，行山食乜都好食嘅，其實因為行到隻狗咁啊，你諗下啲狗食咩都好食㗎啦即係同一個道理。好，食完先食完就繼續苦行。好，食完豆腐花繼續行咗一陣，依家就開始由上下山之後落咗一段，落幾多上翻幾多啦得唔得唞下咯可以唞下喺度。咩507啊？57。呢條路都係上落。幾年冇嚟，真係唔係好記得啲路況。咁我依家又落緊，一陣間可能都仲係要上下添依家啲你睇啲年輕運動員幾犀利，落得幾快。
會長仲掂喎，仲有氣有力喎，勁啊！好，同啲後生仔差唔多。差唔多啫，相差都係半個鐘㗎嘛。可以黐到咁樣。咁經過幾輪上落，終於嚟到今日最後一個山頂雞公山399。咁啊，佢哋幾個啱啱落咗去，我喺度補翻少少片啦嚇。咁啊，依家去到嚟到呢段路嘅出口咧，就仲有一兩 K 之間啦。咁啊，一路都係落山。咁啊，照計可能半個鐘頭啦，希望半個鐘頭睇下落唔落到去啦嚇。我而家喺沙田今日翻嚟食緊嘢，跟住我去翻咗嚟，啱啱食啲嘢先。今日晏晝都冇食飯啊。咁啊，會長今日條賽道點？條賽道有啲難度啊。你自己睇啫。今日兩隻腳唔生性。係啊，第三隻。我諗下次會好啲啩。下次好啲啊！下次要帶條籤會先得。最難再勁啲。今日搞到點啊？今日 OK，但係咧就俾啲今晚又去睇波。香港100啲跑手阻住，跑得唔順，唉，啲男跑手阻住啲女跑手冇問題啊。係啊，女跑手就 OK。阿 John 得唔得啊？今次賽道。賽道就其實都係有啲難度嘅，所以叫做3星咯。係啊，後尾我哋上落都幾段都幾。係啊，同埋佢有啲步級係比較高啲啊。係咯。即係嗰個石級嗰度。即刻要攬落去習慣啦得，下次嚇今日。下次我哋要飛落去啊！今日第2課。有啲零舍高添。係。今日第2課，我哋下次第3課嚇。今日到時唔知幾時啊？可能過年前後啦嚇。到時去完就知㗎啦，大家。過年前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啊！拜拜，開餐，開餐。OK，食啊！昏天又暗地，忍不住的流星，谈不上被冷藏一颗死心。苦苦的追寻，茫茫然逝去，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。梦中的梦中，梦中人的梦中，梦不到被吹散，往事如风。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。何必想，何必问，何处是我家？爱也罢，恨也罢，算了吧。问天涯，望断了天涯，赢得了天下，输了他。挥别的种种，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。忍已无可忍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。也挣扎，也牵挂，也不是办法。走也罢，留也罢，错了吗？今天天涯，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，忘了吧。
下输了他。恨天幽暗地忍不住的流星，赢得了天下。